有这个流感的预防下，发生着不良的反应，甚至有人来死亡，引发着民众的担心。行政院长苏贞昌真重视哦，昨下晡伫个防疫会议的冷棚，打电话给卫福部长陈时中，要求部长都要把这个代志向外界讲好清楚。所以卫福部昨暝才会临时来开这个记者会。 卫福部长陈时中伫27号暗时7点举行临时记者会，伊强调讲4件死亡的案例，甲注疫苗并无特别的关联。原来这是行政院长苏贞昌下晡就打电话给陈时中，要求伊要向外界说明。 是不是现在各部会都是各行其事，或者是说苏贞昌院长在这个沟通上来讲已经没有那么的顺畅？今天我去打了，然后我也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政府也只会说你是，所以我对政府的这种说法，实际上我自己也是有疑虑的。行政院表示，当时因两人通电话的时阵，拢是咧讲政策。 陈时中伫电话当中，原来向苏贞昌报告即马国内注流感疫苗的状况，甲国际的情形。伊解释不良反应的问题，毋是干那出伫疫苗本身。伊原来认为，若是大家拢来注流感疫苗，这原来对预防新冠病毒疫情有帮助。如果让在野党又一再的做一些渲染的话，真的会影响到大家的一个健康的担忧哈。陈时中部长到目前为止，在整个医疗的专业还是受到台湾人民的肯定。是不是大家？ 大家也可以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体质，如果不适合的话，就尽量暂时不要去施打。但是中除了这无用指挥新冠病毒的防疫以外，嘛徛出来为疫苗挂保证，希望民众唔通过头烦恼。